大家好，我是陈彦富，今日要来甲大家介绍家己，讲互你知影，什么是家己的好食物。若讲到家己，你会想到啥呢？有人讲阿里山会使看风景，有人讲本期会当食便当。若是我讲迄拢无够看。有一件代志，无讲你唔知，讲话互你倒头知，就是伫咧阮家己两支骹的精神拢飞袂出阮的地界啦。好，刷落来。就亲像家己的迄个火鸡，就较济过阮家己人。迄火鸡阮真正是出门行无3步路，就会去踢着火鸡呢。人讲要食好心家己合，你敢知影？伫咧阮家己是啥呢？是要食火鸡家己抓啦。迄中昼顿要食啥出门现抓就好啊啦。搁有新港新港上界出名的就是牙，这牙是较济过路顶的乌多摆呢。新港人我都话讲新港也闽洋，好，无要紧，我应该是讲闽洋，我若讲唔对，大家就当作我讲对啊吼。闽洋上爱出名就是牙，迄牙因早起拢，因去早市拢是安怎去的？唔是骑奥多摆呢，是骑牙去的呢。而且因咧菜买好要转去的时阵，拢嘛是线手对路边，佮三一只牙来转去做中昼的，做中昼的兼某啦。过来，所以你若看到迄路边的牙。生了较大只的，迄面相拢特别无共，因拢是安尼提心吊胆，看到人就回头赶紧要做一走，拢无咧插啥物青红灯的啦。过来，上后一个拄则有讲到就是新港，新港的鸭上济迄共款，新港的鸭4个咧飞，人伫遐4个咧钓，就算讲迄鸭食菜念经拢无较纸啦。人咧讲7月半毋知影死活。伫咧阮新港，毋免等到7月半，3月妈祖生，阮就甲你控鸭肉羹，佮炖姜母鸭啦，就连迄带蛤蟆来到家己进香，规个是安尼金光长长滚，乌鱼炒米粉。若阮新港的鸭，毋但去迎妈祖斗老咧，佮会甲家己比一个大大的赞，讲家己足好食。讲到这吼，真侪人咧笑，足甲我捧场的。毋过外地人嘛是佮足爱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讲。恁这鸡啦、鸭啦、鸭啦，搭这鸟是有啥好处？哪有啥好稀罕的？我讲迄就是毋捌饱的人才安尼讲。就敢摕火鸡来讲就好啊。火鸡肉饭严格来讲，就敢2款，家己的甲家己以外的。家己的火鸡肉饭好食咧，有3项代。头一个就是肉丝，阮绝对是用真正的火鸡肉，而且是逐工现台。对菜市到大头，对大头，搁甲你的刀仔顶，你可会听到咕咕咕，火鸡也搁咧叫啦。而且阮是经咸砍肉加腿仔肉，安尼肉一只有够甜，肉一个有够油，食落就袂像恁外地拢安尼粗扁扁。迄就连阮阿公来伫咧半暝的时阵，搁捌来甲我托梦呢，讲初15都爱甲加拜几碗啦。过来。第二项是油葱，这油葱就爱用手工落去掰，然后再搁甲剁好油，刷落咧，再搁用猪油落去煸，甲煸好香，讲香。我甲大家讲，我敢用这来搅白饭我就会当推3碗啦。过来第3，这项是上界重要的。来，大家开，大家来摇看卖，看第3项是啥？这是鸡肉饭的灵魂咯。迄头人举手来，互你讲看卖。沙拉油毋是啦，换迄头。汽油伤咸，毋是啦。换中的阿姊伊讲是猪油啦。真正去互你讲着，毋过毋是对伊拢来猪油呢。阮毋是，是鸡油我要讲的就是鸡油啦。阮家己人的手，若是去纸疗着迄老的拢是烧烫烫的鸡油啦。这鸡油就爱掺迄豆油，甲拌做伙。若每一间大头因用的豆油拢无共，有的是家己生的，有的是去点罐的。毋过人是罐倒一罐，迄就共乌一点罐，讲破无价值啦。若伫咧阮兜，就是阮阿嬷伊的嫁妆啦。所以这是东门变远，我真正袂当死个去宣传的。一碗。这白饭内底有肉丝、红葱头，也搁有鸡油，拌落食落到底，香咸
甜，伫你的嘴里摊开，咕咕咕，回家灵魂即马就转来啊啦。啊，佮会讲到家己，每一个人的心目中，拢有一间上介好食的火鸡肉饭。也毋过哦，若要讲倒一间是冠军，迄真正着爱战南北、战天地、战东、战西、战关家、战甲天地分动动。伫决暗无讲是安怎讲呢？因为迄个亲像恁中华的肉丸、台中的米糕、新竹的米粉，抑个花莲的麻糍，每一个人拢会讲，啊，到阮兜巷仔口迄间上介好食啦。啊，个来，我阁要来甲大家讲，就是家己的爆好鸡，这应该有一寡人有听过吼。啊，毋过因为今日时间的关系，我就干会使甲大家讲真歹势。咱后摆再阁继续甲大家说分明。我干会当讲哦，家己的好食物实在是太济咯，讲拢讲袂了。阮遮无需要啥物米其林，阮遮是每一间拢老盖部土豆林啦。阮遮每一间的担头拢是30担、70担、50担、70担的老担头，所以哦，若有机会，你一定爱来甲家己行行看看咧。伫咧阮遮无需要炸地图，阮遮的火鸡会负责去甲你带路，保证互你食甲心花开，佮食着人情味。上后壁我看到迄台仔骹已经有几啊个，迄嘴啊开开，嘴烂插插伫啊啦。上后壁祝福大家平安顺遂，做伙来到家己，无烦无恼食饱哩，多谢大家。